嗱，最近咧開始踏入雨季啦，基本上呢2個禮拜咧日日都落雨咁滯喎。咁但係如果你住喺今日要介紹呢個屋苑咧，無論幾大風啦、幾大雨咧，都唔需要擔心啦。屋苑坐落喺坑口地鐵站上蓋，由地鐵站去到屋苑只需要幾十步嘅路程。而除咗屋苑嘅基座設有商場之外，亦都可以經過天橋接駁去到唔同嘅商場，所以衣食住行都有好多嘅選擇。而蔚藍灣畔係由信和、嘉里、港鐵合作發展，由6座樓宇組成，合共提供2130伙。嗱，呢個單位實用面積488尺2房間隔嚟嘅。嗱，呢一個客飯廳咧好實用嘅，因為咧門口入嚟咧就冇玄關位嘅。好啦，咁呢邊飯廳位置啦，旁邊做個組合櫃啦，旁邊咧擺4人餐台，絕對夠晒空間㗎啦。好啦，咁呢邊咧就係飯廳啦，咁當然有個電視櫃啦，對面咧就係擺 sofa。好啦，而景觀方面咧，向翻呢邊咧遠望咧係見到將軍澳泳池嘅，咁亦都有少少嘅山景啦，咁所以咧相對上亦都比較開揚嘅。之後介紹咗門口旁邊嘅廚房先。嗱，如果2房嚟講咧，呢個廚房嘅面積咧相當足夠嘅。咁當然基本嘅儲物空間啦，同埋所有嘅配備咧都齊晒㗎。再過嚟介紹浴室。咁都係原裝嘅收樓標準嚟嘅，咁就可能要裝修下啦。咁另外咧，呢邊都係浴缸設計啦，同埋有窗嘅。跟住到客房，標準 size 2米乘2米左右啦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單人床啦、衣櫃啦，或者係書台咧，都夠空間擺嘅。最後到主人房，咁當然可以擺到雙人床啦。咁旁邊咧，其實應該可以擺到個細細哋嘅梳妝台嘅。咁門嘅旁邊咧，就可以做到個衣櫃啦。咁如果身材冇咁高挑嘅咧，其實可以運用埋個窗台咧，做埋張床上去咧，咁空間咧更加好用噶啦。咁最後咧，景觀一樣對住呢個比較開揚嘅景觀。嗱，而家出邊咧就落緊大雨啦，但係如果你住喺呢個屋苑嘅話咧，基本上遮都可以唔使帶。如果你都有興趣過嚟睇下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絡我。拜拜。